杨秀才，身体好些了吗？没什么事儿了。没事就好。家里也没什么别的东西，这2个鸡蛋你补补身子。大娘，大娘，喝完水再走吧。啊，不了，我老伴儿受了风寒，高烧不退，我得赶紧回去照顾。大娘，等一下，你把这个拿去，这一瓶配上1碗水，擦拭全身，能退热。这是酒精。恩人醒了。什么恩人？哥，乡亲们是来谢谢你的。是啊，杨秀才，我老伴儿涂了你给的神药，隔天就退热了。这是家里鸡新下的蛋，一点心意。幼娘分了我点儿，我回去涂，伤口果然2天就消肿了。我家媳妇儿特意纳了双新鞋，让我谢谢你。杨秀才，能给我一点吗？还有我。放心，不是什么神药，回头我教你们怎么做。杨秀才，你这样我们更不知道该怎么